唔知你有冇諗過居住喺一個詩意水鄉嘅地方，過住優雅而寧靜嘅生活呢？喺江門鶴山就有一個山水如畫嘅寶藏之地，紅星春光明月將東坡詩意融入喺空間入邊。呢個項目就位於西江附近，左邊就係古盧水鄉同茶山，右邊就係大雁山同佛山順德僅僅一橋之隔，半個鐘頭內就可以享受到雙城嘅配套，交通非常之方便，2小時嘅巴士就可以直達返到香港。春光明月總佔地約12.5萬平方，園林嘅設計以蘇式古典園林網絲園為藍本，取江南山水精華，糅合鶴山文化元素，營造出水鄉入邊嘅一番桃源景象。總價180萬，就可以買到呢一個上下4層嘅中式園林別墅啊！在售面積由2000尺到3000尺都有，獨門獨戶，一齊入嚟睇下。首層係設計咗一個左會客廳同一個書房，仲有一個長輩房，獨立嘅衛浴，極致嘅飄窗設計，俾父母可以擁有一個主臥級嘅專櫃。上到嚟2樓，一共做咗3間房，2個衛生間，呢邊可以做一個兒童房。再過嚟呢邊睇下，呢度做咗一個主人套間，主人套間仲帶一個小陽台，望出去仲可以望到成個小區嘅園林啊！隔離就係連接主臥嘅書房，落地嘅大飄窗，使成個房間都通透明亮。落到嚟負一層，呢度做咗一個下沉式嘅庭院，清風同陽光一樣都唔少得。抬頭望一望，呢個就係屬於你自己嘅私人星空。入邊就係餐廳同廚房嘅位置，高端嘅中西廚設計，滿足你嘅任何一餐。咁負一層呢度呢，仲會有一間房，你可以打造成一個書房。負2層作為一個功能區，你可以打造成一個 party room、紅酒室、影音室，甚至一個茶室、會客廳，完全係足夠嘅。出邊就係一個私家產權嘅停車位，送俾你嘅，開車就可以返到屋企門口，你想要嘅幸福感呢度全部都有。我哋今日睇嘅呢套呢係雙拼別墅嚟嘅，咁佢個面積段呢大概就2500尺左右，佢個總價呢大概就330萬人仔左右嘅。因為呢到時係清水樓交付，佢個可改動性呢就非常之大嘅，你中意點設計都得啊。係啦，咁今日我哋睇嘅呢個樓盤呢，佢有2種類型嘅別墅嘅，一種就係雙拼別墅，就係我哋頭先睇嘅呢一間，咁另一種呢就係聯排別墅。想了解更加多資料嘅朋友呢，記得就 WhatsApp 翻我啦。買樓搵阿成，唔會懵盛盛。